好，之後25b 繼續都係3個獨立括號，咁你逐個括號查。2嘅負2啦 ，R 嘅負10啦 ，S 嘅6啦，跟住乘翻呢度係成嚿嘢嘅零次方就變成1啦，成嚿嘢都變成1啦。然之後嗱，負數去一個 odd 嘅 index 咧，個負係保留翻嘅。然之後 R 就會變成12啦 ，S 就會係負9。咁我哋數字一齊寫，就會係負2次方啦。R 咧就係負10減12，S 咧就係6減負9，即係等於負1除2嘅2次方啦。R 咧就係負22啊 ，S 就會係15，即係等於負 S15啦，除翻4R22啊。